我买你物件啦，等去。英雄啊，你爱是创啥？你这无礼貌。对啊妹，我是奉阮老爷命令吼，送礼物要来报伊的。啊，你即摆无缘无故呢，那对我遮尔啊歹啦？什么你无缘无故？我甲你讲，叫你转去，后摆莫来，无听着是无？英雄啊，你这业主，后爹说过话你拢无听，你是无后爹是神？哼！阿爹，哎呀，拜托你点讲两句，莫让阿爹受气啦。好啦，你莫扭啊啦，你甲过来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转去甲老王话讲，因厝的人，所有人拢袂使一骹步加进门，转去，你阿听转去啦。啊，毋过阮少爷算起来嘛算咱大馆主的门生呢。啊，伊敢讲伊以后拢袂使来遮练武啊吼？无啦，关机啊！伊即摆风火头长咧大，你莫插伊。伊讲话无算话，也无安尼啦。你叫恁少爷吼，即阵慢慢来练武，我叫伊来伊才来。哦，安尼吼，大馆主，我先等下禀报，我来互阮少爷知影，我先过去。来，咱先去走。大王哥，慢慢行。英雄啊，你安尼是创啥你啊？连啥物料都无啊！用讲恁大教无家教，你知无？阿爹，你嘛莫受气啦。哎呀，若是你甲老姑娘激气，我会甲苦劝啦。你莫甲大细声啦吼。好，你好我苦劝。后日若是我安尼哦，我无认你这囝。哼！爹，哎呀，你嘛莫遐尼啊受气。你老姑娘叫互相顾因后生的代志，无得较毋是伊愿意的，是被逼的啊。愿意无愿意拢共款啦。去到遐会当荣华富贵呢？啊，咱是一个善良人呢，啥物人对咱会介意？你哪会安尼？哪着家己看家己无起？搁再讲，我感觉老姑娘伊的做人嘛毋是安尼。无安尼啦，我找机会哦，我来调查看卖，好无？反正不管啦，若无老姑娘，我就不爱娶啦。哎呀，妖怪搁记死你！花春，老公子，歹势歹势，啊，我毋知恁两个姑娘哦，咧欣赏百花，甲恁较了，歹势恁继续欣赏。无啦，老公子安那安尼啦？啊，都看到讲外头就要走。就是咩？等下你规条哦，拢草啊，无看蕊花啊啦。啊，若要欣赏这个草，不如来欣赏你。别，这来阮内底有讲的，这男女授受不亲的，安尼唔好啦。哎呦，老公子你讲对去啦，啊，得开讲佚佗，什么你讲甲男女授受不亲去？就是啊，敢讲哦，阮两个生做安尼，遐尔啊歹，你会惊呢？恁两个真乱来哦。边啊？我甲你交代，这老公主人一定是死花呢，恁两个唔通搁找人高高甜，知无？阿兄，你讲啥物话？啊，开讲甲死话有受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伊这早就去互迄个大官主因查某囝甲定去后，迄大官主因查某囝，迄武功是介势，你知无？煞落去错烫偌大骹咧了。对，恁两个姑娘啊，你莫害我去用破硫酸啦。哼，无落卡笑，笑。姐啊，喂，咱吼看了唔着人，那这种吼，这种卡笑吼要找哦，足济的啦，行，咱来别位。对，走。哼，啊，两个咧唔捌看过世面讲，老公主啊，歹势，阮这两个小妹仔拢定关伫咧厝内面，唔捌看到查甫人，啊，向看到唔知安尼咕咕叫，是咧。别啦，啊对啊，大姐，阮内底咧问讲哦，阮小妹哦要行啥，迄个办法你毋知想好啊未吼？哦，迄个办法，想法无问题，我永远我都一定我都通进行啊。真是了，真是咧。啊，我紧传这好消息咯，等我等下讲。多谢。别啦，绝对无问题啦，绝对无问题，只有鬼嘞无问题。搁是惊啥的代志？阿爹，要去吼，你去啦，我不爱去。而且，老姑娘啊，阮两个人啊，虽然是恁老爸拜托来，叫阮来助伊一臂之力，将你送去京城，不过你放心，我甲你保证，只要你若踏入相府，迄相国府的人若看到你吼，一时一刻都袂当搁互你带来，因即时就甲你护倒出去。你免讲啊遐尔好听啦，我则不爱相信你。哎，师傅，你闪！你这查某囡仔讲话足险的哦，迄阮师傅呢？阮师傅既然敢若答应讲要将你带到京城，伊就有法度他负责，佮家己带倒转来。啊，你若唔相信哦，我听甲你小书。要小输啥？
小叔讲，阮师傅若无法度，阮师傅就是我输啦。对啦，无体啊！阿弟啊是为着你甲英雄的代志，毋才请这个大侠要来参详。你连阿弟的话都毋相信。好，恁真是遐尔有自信哦。迄当然的咯，那别人的话吼，你永远免相信。那阮师公哦，你讲的话，你一定爱相信。好啦，既然恁甲讲到安尼啊吼，啊无我就相信恁一摆啦。哎，你这个查某囡仔，你心机足重的呢。什么相信一摆尔？你100摆、1000摆，你都共款爱相信。阮是大剑呢。好啦，除了我甲青阳顶的老大遮，其他的人拢总出去。是师公，请。无啦，师傅啊，你安尼都无道理啊！迄是你的师孙啊，叫你师公，我是叫你师傅，我算我的倍数，还佫管你一斤呢。应该我嘛爱留咧，毋才对。叫你出去就出去，你有听无？哦。叫你出去就出去，你有听无？主人，歹势吼，你嘛共款。哦，你行啦。是。你甲阮阿爹因请出去，啊留我甲恁踮咧遮是要创啥？要将阮两个的功夫，安尼甲伊运功带来你的身躯的。真是的哦，那安尼我毋就会当变成一个女侠咯？知影你咧想咧，是要吼甲你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变另外一个人？你咧讲啥我来听无？听无要紧，只要你安尼心肝甲放互轻松，抑阮两个吼将功力安尼甲运带你的身躯，马上就互你变成一个非常惊人的歹女。